女士們、先生們，美國總統唐納德 J. 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特朗普以及國王查理斯三世同皇后卡米拉陛下陪同出席。非常感謝呢個係莫大嘅榮幸。我哋熱烈歡迎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同皇后卡米拉賒臨白宮，非常特別嘅地方，真係非常非常特別。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我都想恭喜查爾斯今日喺國會發表咗一篇精彩嘅演講，佢令到民主黨都認同佢，呢樣我從來都做唔到，我真係唔敢相信，我真係唔敢相信佢哋中意佢多過以往中意任何一個共和黨或者民主黨嘅人，真係，所以我真係想多謝你同埋恭喜你，呢件事唔容易做到，嗰度係一個好難搞嘅地方。能夠喺呢個歷史性嘅國事訪問接待你，真係我哋嘅榮幸。上年秋天，我同 Melania 有幸去到溫莎堡拜訪佢哋陛下，嗰座建築真係靚到不得了，而且長到好似冇盡頭咁。作為一個以前做地產嘅人，我望落去都覺得真係一望無際、冇完冇了咁。而且呢座城堡係由一位叫威廉一世征服者威廉嘅紳士喺1070年建成嘅。我問國王，征服者威廉係個好人咩？佢話，我對此表示懷疑，我不敢認為。一般嚟講，當別人稱你為征服者威廉嘅時，你肯定不會對佢哋太友好，但係佢一定非同凡響，因為我從未見過好似溫莎城堡咁樣嘅地方。今晚作為回報，我哋正在做一件非常特別嘅事情，準備慶祝我哋發表獨立宣言250週年。呢個對我哋國家嚟講係一件大事，非常重要嘅事。美國人率先咁樣做，亦都係理所當然嘅。紀念我哋同呢個被托馬斯傑弗遜稱為祖國嘅國家之間超越一切嘅紐帶，佢過去常話呢個係我哋嘅祖國。最後嚟自英格蘭城鎮同埋蘇格蘭山丘，嚟自威斯山脈同埋愛爾蘭村莊，一個歷史上獨一無二嘅民族，以神嘅名義橫渡浩瀚嘅大西洋嚟到呢片大陸定居，並使其文明化。國王同國家幾咁美好，佢哋稱之為新英格蘭，而且係字面意義上嘅新英格蘭。第一批美國人將自己視為自由人，把安加魯薩克遜人進步嘅核心自由同埋古老嘅權利帶到呢個嶄新而美麗嘅世界。喺美國開國元勳眼中，我哋嘅獨立戰爭唔係為咗拒絕呢個傳承，
而係為咗重新奪回佢，並且令佢更加完善。正如開國元勳喬治梅森所寫，我哋只係要求作為英國人嘅自由同權利，就好似我哋仲同兄弟一齊喺英國一樣。當我哋仲喺大不列顛嗰陣，獨立宣言就已經係一個跨時代嘅奇蹟。呢個奇蹟引發咗一場深遠嘅自我管治同人類自由革命。雖然美國同英國之間嘅政治聯繫喺1776年7月4號永遠解散咗，但佢哋認為記憶、文化同身份認同呢啲更強大嘅紐帶，無論咩衝突都打唔斷，仲發展成為地球上獨一無二嘅友誼，一段非常非常特別同不可思議嘅友誼。歷史學家指出，直到今日，美國唔同地區仲保留住幾百年前英國移民社區獨有嘅口音、習慣同傳統。原本美國一般州份嘅名字都係嚟自英國皇室成員，美國好多城市都係，例如 Charleston、Annapolis、Charlotte、Albany， 甚至我細個喺度大好中意嘅地方紐約皇后區 Queens 都係。邊個會諗到呢？但除咗名字同原則之外，仲有啲獨特又非常特別嘅嘢，一直都聯繫住我哋兩個民族，一種精神上嘅高貴同英雄氣概，就係嗰種膽識，另一個細細嘅島國可以統治七大洋，仲真係做到。你哋真係啟發咗13個美國殖民地嘅子女去探索一個偉大又極之危險嘅新天地，仲開拓咗所謂嘅狂野西部。嗰啲人將美國國旗插上月球，就係佢哋做到嘅。同樣對冒險同成就嘅渴望，就好似當年將英國國旗插上南極洲世界各地嘅聖喬治十字標誌。1944年，那啲橫渡大西洋去爭取自由營救嘅美國士兵，如1000年前驅使英國十字軍前往聖地嘅英國十字軍一樣，都懷住強烈嘅正義感。我哋共同擁有嘅呢種獨特而特殊嘅性格，呢種勢不可擋、大膽無畏、不可戰勝嘅勇氣，激勵咗整個世界。確實如此，佢係不可戰勝嘅。講到呢個羅里麥克羅爾喺巴度，羅里你能企尾四嗎？佢係不可戰勝嘅勇氣。咁啊，真係好嘅羅倫斯。我唔知道呢個係否有助於佢哋談論嗰場精彩嘅演講，但係我不得不中斷我嘅演講，因為我觀看咗嗰個人贏得比賽，咁真係太難啦。咁我真係個難題，恭喜為你感到驕傲。好嘅，而家我繼續我嘅演講。好嘅，但係的確係那一種不可戰勝嘅勇氣，一種取之不盡嘅雄心、創造力同埋決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戰壕到諾曼第嘅海灘，從朝鮮冰封嘅山丘到北非同中東灼熱嘅沙漠，如果你知道嘅話，我哋目前亦都做緊一啲中東方面嘅工作，我哋做得非常好。我哋喺軍事上已經擊敗咗嗰個對手，我哋永遠都唔會俾嗰個對手有機會。Charles 都同我一樣認同，甚至比我更認同。我哋永遠都唔會俾嗰個對手擁有核武器。佢哋知道呢點，而且而家已經知道非常有力。但係我哋兩國一直並肩而立，無懼有勝利，對抗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同埋暴政嘅勢力。我哋一齊擴展咗人類知識嘅範圍，亦一直努力令呢個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繁榮、更加公正同更加自由。我哋嘅友誼係珍貴嘅，一條永恆嘅紐帶，亦都係一個充滿非凡英勇同技藝嘅真實故事。好多技藝，真係非常高超嘅技藝，歷史上冇乜力量可以比得上美國愛國主義同英國自豪感結合起嚟咁強大。
喺美國開始嘅英國帝國當然唔係喺度就結束。英倫三島嘅子孫去到世界各地建立咗更多國家，傳播咗比以往人口民族都多嘅文明。佢哋建立咗一個英語世界，太陽永遠都唔會落山，亦為自由嘅人民樹立咗一個永遠都會依靠嘅榜樣，永遠都會依靠。佢哋有咁多愛同咁多尊重。今日大部分英國以前嘅殖民地其實都唔知道自己真正承繼咗呢個偉大嘅法律自由同英國傳統遺產有幾重要。我哋得到咗呢份禮物，真係一份非常非常珍貴嘅禮物。今晚喺我哋珍惜獨立250週年嘅前夕，我哋回望我哋英國傳承嘅主權象徵，並且真誠咁多謝我哋嘅朋友。英國俾咗我哋一個任何國家都未曾俾過另一個國家咁豐厚嘅遺產。願我哋兩個國家永遠一齊為自由、為公義、為上帝嘅榮耀而並肩而立。各位女士先生，我提議為美國250年自由飲杯，更重要嘅為一位偉大嘅人物查理斯3世國王陛下飲杯。多謝大家。總統先生、第一夫人，我同我太太非常感激你哋嘅熱情款待。喺美國慶祝獨立宣言呢個非常特別嘅週年之際，容許我一開始都想致敬 10 to 10，向你哋嘅勇氣同堅定致敬。同時都要多謝你哋嘅保安部門喺星期六晚迅速行動，防止咗進一步嘅傷害。我嘅心同慰問都喺你第一夫人同所有嗰啲賓客身上。對於佢哋嚟講，呢件事一定好令人不安。正如嗰首著名國歌所講，呢度係自由之地，勇者之家，而你哋嘅回應正正證明咗呢一點。就好似英國喺上一次大戰時講嗰句，保持冷靜，繼續前行。我而家先發現，各位女士先生，令我驚訝嘅係，我第一次嚟呢個咁出色嘅國家，原來已經係50幾年前嘅事。而家總統先生，正如你今日早啲時候提過，喺我哋兩地之間，歷史同傳承嘅金線都體現咗喺你自己同你屋企人嘅故事入邊。你哋嘅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國愛克布里底群島嗰啲靚景，而且仲會繼續落去。正如我哋所知，喺高地嗰啲頂級高爾夫球場都可以見到。我只可以想象你至愛嘅媽媽，甚至你兩位父母，依家一定帶住無比自豪嘅心情喺天上望住你當選呢個偉大職位，仲要係歷史性嘅第二任。如果我可以講句能夠再次嚟到呢座咁精彩嘅建築物，你哋民主嘅心臟真係特別開心。今次嚟到，我都忍唔住留意到東翼有啲新調整。總統先生，總統先生，繼你舊年去過溫莎堡之後，我都要講句唔好意思。其實我哋英國人都曾經試過對白宮做嗰啲細細地嘅地產重建。
喺1814年，無論如何，我都好喺呢個關鍵時刻，我哋有個好重要嘅機會，可以重新鞏固我哋兩國同兩地人民之間嘅歷史同友誼。2個半世紀前，美國就係靠住一個大膽又有遠見嘅自決行動成立嘅。由一開始，美國人嘅性格就係由勇氣、堅毅同埋冒險精神所定義。作為喬治3世國王嘅直系後人，我知道呢個國家係永不言棄嘅。我屋企嘅歷史仲一直喺你哋啲地圖上面睇到，啲地名好似我哋歷代聖誕卡名單咁，南北都有。卡羅來納、維珍尼亞、馬里蘭，仲有查爾斯頓呢個城市，呢個當然係我特別中意嘅地方。喬治城，仲有佐治亞州安納波利斯，仲有我好中意嘅威廉王子郡同威廉斯堡。我哋法國朋友都有賓至如歸嘅感覺，睇下地圖就明白。其實你最近都講過，總統先生，如果冇美國、歐洲國家，而家可能都講緊德文，可唔可以話，如果冇咗我哋，你哋而家可能講緊法文？當然，我哋都好中意法國表親。我哋三國除咗價值觀相近，亦深信團結一致可以發揮比各自相加更大嘅力量。喺一場苦澀又血腥嘅革命戰爭烈火之中，呢個國家之父喬治華盛頓同佢嘅創國先賢最大嘅成就，就係建立咗一個以自由、權利同法治為基礎嘅民主國家——英國同美國嘅故事。就係由對手變成最親密盟友嘅和解之路，雖然未必一直都係行最直接嘅路。正如你自己都講過，先生、總統、閣下，就好似你上年喺溫莎堡國事訪問時講過，我哋之間有一段無法割斷嘅歷史同傳承、文化同商業、工業同創新嘅聯繫，而我哋都決心一齊面對未來。今晚我哋喺度重申一段不可或缺嘅同盟，呢段同盟一直都係英美兩國人民繁榮同安全嘅基石。我哋嘅人民一齊為咗捍衛我哋珍惜嘅價值觀而戰鬥，甚至犧牲，橫跨大西洋，由一岸到另一岸，我哋一齊做生意、創新同創造。我哋一齊經歷過最好嘅時光，亦都一齊捱過最艱難嘅時候。不過，依家我哋面對嘅挑戰，無論係來自世界各地想傷害我哋嘅人，定係要平衡強大新科技帶嚟嘅風險同機遇，甚至係對維持咗80年令我哋可以做生意同保持權力平衡嘅國際規則嘅威脅，呢啲挑戰都令我哋今晚要再次確認我哋夥伴關係建立嘅基礎。冇錯，即使喺近代歷史入邊，我哋都試過有困難嘅時刻。我媽媽喺1957年訪問嘅時候，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係喺中東危機之後，幫我哋嘅關係重拾特別嘅意義。差唔多70年過去，今日好難想象會再發生類似嘅事，但係呢段關係依然咁重要。大家都睇得好清楚，無論係明面上定暗地裏嘅事都一樣。我媽媽第一任首相丘吉爾爵士非常明白呢一點，但其實佢自己都有一半美國血統，呢種跨大西洋共同傳承嘅傳統。我好開心可以講，喺今日白宮依然生生不息。事實上，丘吉爾爵士同美國嘅關係咁親密，佢以前住喺白宮，就係你頭先帶我哋上去睇嗰啲房間。有一次佢沖完涼，赤裸裸咁行出浴缸，啱啱見到有人開門入嚟，
原來係羅斯福總統入嚟同佢傾偈。總統用佢一貫嘅機智，輕鬆化解尷尬，話首相對美國總統冇咩需要遮遮掩掩。呢份溫暖其實係經歷過40年代初領袖之間嘅考驗之後先建立起嚟。幾百年嚟嘅親密同友誼，俾咗我已故祖父喬治六世好大安慰，就好似俾咗我已故媽媽一樣。對我嚟講，呢份情誼一樣咁重要。羨慕見過多達13位在任總統，好在佢哋都着住衫。我第一次有榮幸見到總統係1959年我10歲嗰陣，當時嚟咗巴摩拉城堡嘅就係艾森豪威爾總統，佢喺二戰期間做過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喺一個極之關鍵嘅時刻，喺20世紀最黑暗嘅日子，美國嘅領導幫助重建咗一個破碎嘅大陸，係歐洲成為自由守護者，發揮咗決定性作用。我哋包括我自己，永遠都唔會忘記呢一點。尤其係而家自由再次受到攻擊，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今日我哋喺北約同 AUKUS 嘅伙伴關係更加深厚。我哋嘅科技同軍事合作，確保我哋一齊可以應對呢個越嚟越複雜同充滿競爭嘅世界帶嚟嘅挑戰。講到潛艇聯盟，其實有一艘特別嘅 AUKUS 前身。1944年喺英國船艙下水，大部分服役時間都係隸屬澳洲第4潛艇中隊。喺太平洋戰爭期間發揮咗關鍵作用。佢叫咩名？ HMS Trump。所以今晚總統先生，我好高興可以親自送俾你一份禮物，就係你嗰艘英勇同名潛艇指揮塔上掛住嘅原裝鐘，希望佢可以成為一個見證，見證住我哋兩國共同嘅歷史同燦爛未來。如果你有咩需要揾我哋，咁就打個鐘俾我哋啦。250年嚟，美國人民嘅創意同想像力一直都係世界嘅靈感來源。呢片充滿機會嘅土地，孕育咗人類史上一啲最偉大嘅頭腦，無論係工業時代定太空時代。現代世界咁多奇蹟，其實都係喺美國發明，甚至而家都仲有新發明。事實上，我同屋企人都一直好留意阿提米斯2號 Artemis 2嘅旅程，或者我哋會叫佢阿提米斯2號。而家我知道你對月球有好大嘅計劃，總統先生，但其實我查過啲報紙，我懷疑月球已經係英聯邦一部分啦。唔好意思，各位女士先生，今個星期嚟到呢個充滿活力嘅國家，我好期待可以見到唔同嘅人同社區，包括一齊慶祝我嘅國王信託基金 King's Trust 喺呢度做緊嘅工作，幫助年青人喺美國各地有機會成功。今年我哋仲慶祝信託基金成立50週年，你信唔信啊？每年都有幾百萬英國人嚟到呢個咁精彩嘅國家，去感受佢壯麗嘅國家公園、高聳入雲嘅山脈同埋古老嘅森林，由太平洋西北嘅高峰到大西洋崎嶇嘅海岸，從西部廣闊無邊嘅土地到一望無際嘅草原同峽谷，呢片土地嘅自然美景真係無處不在。講到運動，再過幾個禮拜，美國同加拿大都會成為世界盃足球賽 FIFA World Cup 嘅主辦國之一，迎接來自世界各地嘅人。所以某程度上，總統先生作為國家元首，我哋都係一齊做東道主，
順帶一提，總統先生，我哋叫呢個運動做足球。總統先生，作為5個參賽國家嘅元首，我只可以話，我會非常熱切咁密切留意每一場比賽。畢竟我哋一向都中意有利嘅賠率。所以呢個城市華盛頓特區係全世界擁有最多莎士比亞原版書嘅地方，有82本原版書喺福爾傑圖書館被細心保存同分享。而家呢個時候，世界對和平嘅追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唯有引用莎士比亞嘅天才去提醒我哋勃艮第公爵喺亨利5世結尾時對和平嘅呼籲。我嘅發言懇請大家，點解溫柔嘅和平唔可以再次以佢昔日嘅美德祝福我哋？多謝你總統先生同埋特朗普夫人，多謝你哋今晚安排咁精彩嘅晚宴。用我講句，真係非常比波士頓倒茶事件更進一步。所以無論你杯入邊係茶、紅酒、蘇格蘭威士卡、波本威士卡定係可樂，等我哋一齊舉杯同齊聲祝酒，為咗我哋兩個自豪又結盟嘅國家嘅過去、現在同未來，為咗我哋兩個自豪又結盟嘅國家，敬美國同英國，願上天保佑我哋兩個國家。多謝。Leader，多謝你。